下谁？有关本辖民族路养生馆5日深夜及双湖路7日凌晨分别发生砸店及枪击案件，经调查为有帮派背景之21岁中性男子，与该两家店负责人疑似发生利益纠纷，率众寻仇滋事。案发后，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缉捕该名中性男子到案，并取出作案的枪支1把。另本分局已掌握其他涉案人的身份，将逐一的通知到案，厘清案情。另有关质疑发生枪击案时，警方延迟到场，在此本分局郑重澄清，店家在3月7号凌晨0时43分向110报案后，辖区的派出所及侦查队分别在52分到场，并无迟延，并依规定收集证物。本分局特此续明，本分局已全面盘点辖区的帮派分子，对于帮派暴力犯罪，除了个案侦查及向上溯源以外，并找出赖以为生的行业及据点，强力查缉，断绝金流，展现我警方维护治安之决心。